咁話說我就問呢個 ChatGPT 到底美國同日本嘅女性邊個比較快樂呢？因為呢兩個就係東西方最大嘅兩個發達國家嘛。而呢個 GPT 嘅答案就係日本。咁喺呢度就提供咗一啲數據咧，例如大約70%嘅日本女性都認為自己係快樂或者非常快樂嘅。至於美國方面就似乎唔係咁開心。咁我唔知呢個係咪因為 Donald Trump 當選呢？因為我哋知道美國嘅女選民多數都係投民主黨嘅，咁所以佢呢度就有一個結論，就係話美國女性可能更加願意表達負面情緒。咁但係我唔知道呢個又點樣影響到統計結果，因為日本女性都冇理由喺接受調查嘅時候隱瞞佢哋嘅負面情緒。不過點都好，我諗有一點就係好明確嘅。就話呢個女權至上嘅美國到底有冇任何根據可以批評呢個儒家文化圈嘅日本？答案就係冇。